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時事生活在城市。在香港，除了迪士尼之外，你還可以去哪些地方？今天這條視頻就告訴你怎麼玩轉太平山山頂。如果你只有半天時間，那麼笑香港太平山山頂的盧吉道加獅子亭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選。這裡不僅能俯瞰整個維港兩岸以及對岸的深圳，你可以搭地鐵到中環站，步行到花園道纜車站，在這裡購買一張太平山頂的纜車票，然後乘坐纜車到達太平山山頂。下纜車後，左手邊就是盧吉道，右手邊則是獅子亭。兩條路都屬於比較平緩的上坡路，所以體力消耗不大。但是因為走的人不多，所以很容易被遊客忽略掉。這兩條路都是沿着山坡修建的小道，一路都可以看到維港兩岸的景色。如果你想拍到維港全景，那麼建議你選擇盧吉道，因為這條路是沿着山坡往下走，而且坡度不大，即使你是拍照小白也能輕鬆出片。在這裡你可以直接將維港收入眼底，並且由於海拔較高，所以能見到也更好一些。如果天氣晴朗的話，維港兩岸的風光盡收眼底。站在山頂廣場上，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，都能拍出很震撼的照片。當然，如果你有足夠的時間，也可以考慮去山頂凌霄閣等地標建築逛一逛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這麼美的景色，誰又捨得走呢？關注我，帶你玩轉香港。鍾意今次影片，請大家訂閱和追蹤，讚好、留言、分享今次影片。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